土甲厝啊，做泥土做的土甲厝啊，就是做的宽度很大，所以它温度可以控制，就是冬天会暖，夏天会凉。云林2轮的来会社区是典型的诏安客家村，环境淳朴，随处可见历史痕迹。上百年的烟囱矗立街角，先人存放收成的谷仓依然保存完好，犹见当年丰收的盛况。谷仓都要用板竹一层一层的，下面装好以后再一层，下面装好再一层，一层装到板为止。爷爷的泥砖屋摆设早年农家生活用品，是诏安客家文化最佳的见证。云林2轮曾经是台湾猪只的重要产地，在村民携手合作下，将过去猪圈改造成50时光公园，让民众回味过去时光。就是要靠大家肯花来天数，才会整理这么快，这么漂亮。种妈在种什么呢？粗糠。以前出不好，粗糠、米糠搅一搅，给猪给鹅出。哎，我们养多很多啊，鹅就是这样长大的。罕见的水肥桶和母猪生产的架子，如实呈现过去的时光。长约1公里的客家巷，从简单的问候到村民生活和农耕景象，以彩绘方式呈现。孙汉就县长来了。应该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你顺顺的走，有闲的话才来玩，对不对？漫步在来会社区，可以轻松感受诏安客家的生活文化。上课喽！大家共下來聽書，大家共下來聽書，大家共下來聽書。